好，講到 M+ 啊，第三個鎮山之寶係批中國畫，咁所以要開講第三個題目啊，中國近百年嘅藝術發展。未講中國近百年咧，點解近百年咧？就要講我哋用1911年呢個切點啊，呢一年啊，點解1911年就係孫中山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啊？之前咧就係2000年嘅儒家文化，即係漢武帝2000年前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啦。我先講，未講呢近百年啊，先講呢個之前啊，點解要講咧？嗱，因為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之後，一直到滿清啊，儒家係中國上流社會嘅文化藝術啊，自覺自學之本嚟嘅。咁啊，宋明我就係講呢個宋明山水畫。宋明山水畫大概即係呢啲文人啊，個個就讀飽詩書，甚至乎寫詩寫詞嘅呢啲。佢哋畫嗰啲山水畫咧，其實咧佢哋咧就係放之於山水，寄情於山水，將自己抽離現實世界，凌駕世俗之上，係寫意藝術嚟㗎。佢呢啲宋明山水畫啲寫意藝術，比阿梵高嘅表現主義啊，起碼早800年。唐朝係96年滅亡，跟住趙匡胤去呢個大宋王朝啊，咁啊講緊1000年。咁所以咧，梵高嘅 modern art 啊，咁樣睇咧 modern art 咧就好，即係比相對啲中國自有佢自己藝術同哲學，佢自己一套一路都係。咁啊，起碼有800年，早800年。所以啲 modern art 係後起之秀嚟嘅。而家走去學西方啊，而家啲人啲 artist。好，我就係講到呢度啫。講翻嚟啦，開入正題。1911年嘅呢一年到1926年，依家差唔多100幾年啦。呢100年嘅中國嘅藝術發展入正題。首先講清末民初。清末民初啊，當時仲係民國啦，啱啱孫中山辛亥革命開始之後，即係推翻滿清之後進入民國啊。咁呢有一批咧清末民初嘅畫啦。咁啊，民國先講民國政府咧，首先破天荒接受呢個西方邀請。就第一次參加呢個 Art Expo 啊，藝術博覽會啊，就喺巴拿馬舉行。呢一次咧就西方第一次睇到中國嘅藝術畫。中國嘅藝術，我而家講畫啫，佢唔淨止畫啊，陶瓷啦、建築啦、音樂啦啊，我唔講啦。即係總言之咧，西方咧一直你到滿清唔會睬你㗎，係到民國先至知道即係東方天朝有個咁靚嘅天朝大國喺度嘅。咁啊，點解要提到咧？嗱，進入民國之後就有清末民初，我講3個清末民初3個好出名嘅 artist 啊，徐悲鴻、齊白石、吳冠中。啊，徐悲鴻就係呢個時候咧就去咗歐洲，就跟住民國政府贊助。咁徐悲鴻去到歐洲就一邊學習啫，一邊開展覽。呢個時候咧，講緊1911年之後民國初年啦，啱啱就係 modern art 如火如荼。嗱，呢個時候我要提出呢個另一個 modern art 嘅藝術大師啊，莫奈啊，印象派大師啊。點解咧？嗱，你睇下徐悲鴻畫呢啲畫咧，你馬毛飛飛下㗎，唔係死咕咕嘅隻馬，唔係四隻腳企喺度戇居居咁㗎啦，係隻馬成個好似跑緊啊，飛奔啊，所以啲馬毛飛起咧，咁啊好似撲住啊徐悲鴻，要俾啊徐悲鴻一個 kiss 咁嘅樣。咁其實徐悲鴻咧就係睇到個 impressionism 印象派啊。嗱，首先要講下莫奈印象派先。印象派莫奈係印象派大師啊。咁印象派咧就唔係畫室內嘅，佢畫室外嘅。即係所謂佢唔係好似畫好似畫波士雙畫蘋果，佢畫室外。點解咧？因為當時冇影相機呢樣嘢㗎。咁你畫咧畫喺即係室外嘅光線之下咧，佢畫嗰啲 object 咧，即係畫人好、畫像、畫物又好，就朦朦朧朧嘅，所以叫做印象派啊！嗱，我睇下阿莫奈呢啲睡蓮啊，睡蓮咧，阿莫奈咧朝頭早咧陽光啱啱出嚟咧，就畫嗰個睡蓮就啱啱出嚟咧，佢要吸收太陽啊嘛，所以朦朦地㗎。咁第二咧，晏晝咧佢即係太陽出晒嚟啊，佢嗰棵睡蓮咧亦都成棵睡蓮咧都成個都挺起身，佢要吸收陽光啊嘛，咁啊好清楚啲啦。到夜晚黃昏咧冇陽光啦，
咁啊睡蓮都耷咗落嚟啦。咁呢即係印象派啊嘛，一點一個點，一個點就帶一個顏色，一個點就帶顏色，就爆出嚟啦，五光十色。因為呢個 colour 嘅西畫係有顏色嘅，所以好精彩嘅。咁但係徐悲鴻嗰啲咧，徐悲鴻因為係水墨嚟噶嘛，黑白嚟噶嘛，你點樣分出深淺？點樣爆出個顏色咧？所以好難畫嘅呢批，亦都好難得。呢個今時今日有冇咁好個國畫根底？就算有國畫根底，都唔會走去學畫馬，邊度畫乜鬼馬？當時清末嘅即係民國初年，唔好講話中國西方呢架車都冇乜幾架咁樣嚇。所以呢批畫就中西糅合，即係咁講，亦都好獨特，亦都有好個國畫根底，亦都啱呢個時候。即係學 modern art 啊！即係最高峰嘅時候，你而家走去學後現代啊？嗰啲咩 art 嚟㗎？所以咧呢個好齊白石嗰個蝦咧，亦都係潑墨嚟㗎。佢就係 Jackson Pollock 嗰種潑墨啊。咁啊，吳冠中嘅竹啊，亦都係中西入，所以呢批畫就好獨特㗎，亦都冇乜人畫到。而家徐悲鴻嗰啲畫咧，就美國個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收藏㗎。OK。我講到嚇清末民初，咁進入民國1911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呢30幾年間咧，中國戰亂啊，咁啊讀藝術啊，咁啊好似魯迅咁啊，去日本讀醫啊，即係讀藝術又好，讀醫又好啊，都要各走辦法。當時戰爭啊嘛，好多戰爭㗎，我講咧，快啲講啦。民國政府即係中國孫中山成立之後，馬上就軍閥割據。軍閥咧其實就係一個省嘅亞頭，中國一個省大過歐洲啊，中國嘅山東省就大過一個德國啦，即係揦住一個省，就等於一個王國仔咁啊！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打到1938年啊，北京郊外有一條盧溝橋啊，就係因為咧就好出名，點解？日本仔就因為盧溝橋啊，喺盧溝橋唔見咗個士兵啊，借住嗰呢個藉口就開打中國。咁開打，咁呢啲軍閥咧都有啲良心嘅，唔好自己又唔好打啦，一齊打個日本仔先。咁啊打到咧，亦都要多謝呢個美國咧抌咗2個原子彈，日本先至肯投降。如果咪仲要打落去啊！打到1945年咧，日本仔投降，咁跟住就國共內戰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。而家我講啦，我講3分鐘冚唪唥都打仗嘅，咁你讀乜鬼藝術啊？唔好話讀書啊！真係讀藝術咧，又分兩派嘅。嗱，清末民初即係傳統國畫，咁有一批咧就革命黨，即係共產黨啊。咁呢啲即係啲共產黨呢啲革命黨咧，亦都有人話學畫畫，就學呢個蘇聯啊，馬列主義啊，列寧啊嘛。當時列寧咧就殺咗呢個尼古拉二世全家啊嘛。Proletariat 啦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藝術呢啲啊。咁呢啲革命黨人士咧就當時歐洲1911年到1938年都係打仗啊，兩次世界大戰都係亂㗎，啲咩特塔迪什亦都唔通啊。咁所以呢啲革命黨人士咧就學呢個蘇聯式，即係學蘇聯式嘅畫法，畫咩嘢咧？嗱，去到新中國成立咧，我點緊3個例子，呢啲中國式嘅無產階級藝術啊。第一個就係天安門嘅毛主席畫像。佢就係學呢個 Proletariat 嘅畫列寧、畫史太林啊，咁啊畫毛主席啊，呢啲中國 artist 啊。第二個 example 咧就係人民大天安門廣場啊，天安門廣場好大㗎，全世界最大嘅廣場嚟㗎。中間有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啊，個碑個左咧個左係四方形啊，四邊咧就雕刻咗呢個大革命啊，即係無產階級大革命，不過係中國式嘅。咁就 sculpture 雕刻都係 fine art 嚟嘅，都係高雅藝術嚟嘅啊！咁即係呢啲革命黨啊，呢啲蘇式嘅中國式嘅無產階級藝術啊。第三個例子咧就係人民大會堂，即係中國開國咧，馬上咧就喺天安門廣場咧就起咗人民紀念碑，一個人民大會堂，仲有一個毛主席紀念堂。咁呢個人民英雄，即係呢個人民大會堂去到入邊咧，嗰啲廳咧就好高嘅。個後邊嗰啲牆嗰啲畫咧，就係中國 artist 畫嘅。咁你大家睇下啦 ，Margaret Thatcher 同阿鄧小平談判嘅時候啊，你睇下後邊嗰啲畫，咪就係中國 artist 畫嘅。對唔住。
嘅，中國 artist 畫嘅。咁我講到呢度啦。咁去到即係中國唔係中國新中國成立之後，1949年啦，到1950年代呢，一窮二白中國啊，乜嘢都係要為人民服務啊，就包括藝術。所以我頭先講呢3個例子啊。咁去到文化大革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咁文革出世嗰啲 artist 咧你唔好講話讀藝術啦，學校都閂門啦。咁即係唔好話講我讀藝術，你又係要學，總言之又要自己諗辦法學啦，學畫畫啦嚇。嗱呢個時候咧就要提到Empress 翻轉頭 Empress 個第3批個鎮山之寶嗰批中國畫，就係呢個時候咧烏色啊，呢個瑞士佬嚟㗎，佢自己講㗎。當時佢就喺中國工作又好乜都好咧，得閒來咧就係收集呢啲當時文化大革命呢啲咩畫嚟㗎？就係話呢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，或者紅衛兵揸住塊毛語錄啊，呢啲叫做文革傷痕畫咧。咁呢個烏色咧就收集咗呢啲 artist 呢批畫，呢批畫咧就喺烏色嘅手中㗎。咁講到呢度先，手鬆啊！我哋繼續講。1980年開國改革開放中國，咁後生嗰啲 artist 70後80後出世嗰啲咧 artist 咧，咁去翻恢復高考啊嘛，去翻受翻個正統訓練，去翻個藝術學校讀書啊。咁文革出世嗰啲咧，佢當時冇藝術學校，去到一個80年，去到中年啦。咁佢就同呢啲後生啲 artist 一齊拍住相啊。嗰時就跟住1980年啊，美國西方嗰邊後現代開始啊嘛，跟住就學後現代啦。咁你個西方炒家亦都嚟啦，即係你有中國呢批改革開放啊嘛，後現代啊嘛，咁你大家一齊揾錢咧。咁我講一個example，曾梵志就係文革出世呢個 artist 嚟㗎，去到呢個80年即係20年呢段時間咧，佢啱啱同後生嗰啲一齊拍住相啊。咁佢呢幅畫大家好面善㗎，呢幅畫面具啊叫做，你睇下13個面具，6個喺左邊，6個喺右邊，中間嗰個大啲高啲啊，6個萬馬頭啊，好面善咧。其實曾梵志咧呢幅畫咧就係取自於呢個達文西啊，Da Vinci 有幅畫嘅。除咗 Mona Lisa， 就有幅叫做 The Last Supper， 亦都好出名嘅。人哋 The Last Supper，Da Vinci 就係6個門徒，左12個門徒，6個左，6個喺右邊，中間個耶穌嚟㗎。你睇翻面具，曾梵志呢幅面具，佢就係佢如果就零零舍舍無端端畫嗰13個面具就冇啲睇頭啊！佢就借住 Da Vinci 呢幅名氣，呢幅畫喺香港當代藝術拍賣8000萬你8000萬買曾梵志呢13幅面具啊！咁呢幅畫喺中國嘅藝評家講係侮辱中國人嘅智慧嘅。你大可以你哋上網睇中國藝評家點樣評論佢呢幅畫8000萬啊！曾梵志咧唔知點解佢咁中意，因為借開條引啊！佢自己講㗎，佢幕後幫手托高佢自己呢幅畫。咁成功啦！面具啊，對 Last Supper， 不妨佢自己搞個佢自己嘅版 Last Supper 嘅最後晚餐嘅版本啦。佢呢個最後晚餐1.8個億啊！個買家唔知點解咁中意，佢唔知即係咁中意買佢啲咁嘅啦。佢都係借住 Da Vinci 嗰幅名氣嚇。好咁但有名有氣，大家即係你肯合作名利雙收嘛。咁後生嗰啲搞乜嘢咧？後生嗰啲又識得畫，即係藝術學院訓練出嚟啦，識得畫又畫乜嘢咧？嗱，又分2批嘅喎。呢啲後生嗰啲咧過咗文革啦嘛，咁佢就畫咩？畫諷刺文革呢漫畫，你睇呢漫畫諷刺文革嘅。咁呢啲西方藝術咧，西方嗰啲炒家咧就俾咗個好靚嘅名堂，佢叫做咩？Political pop 啊，呢啲畫 political pop 啊，咁其實就醜化中國啊，醜化。咁呢啲醜化啊，即個仲有一個艾美美啊，大家都識得艾美美啊，呢個中國嘅 artist 啊，
艾美美點解出名咧？佢啲行為藝術，佢搞出嚟，佢其實就學阿 Tracey Emin 就除晒衫褲都可以係藝術啊，仲係叫做行為藝術。咁啊，中國政府肯定打壓㗎。你 Donald Trump 啊，當年競選嘅時候啊，嗰啲美國 artist 唔知畫佢啲乜嘢啊，阿 Donald Trump 都呱呱嘈啦。你醜化，你做咩要醜化文革？文革輪到你醜化嘅咩？即係咁講啊，一個好嚴肅嘅歷史命題。你咁樣隨隨便便咁喎喺度諷刺。另外一個咧就你艾美美咁，你除晒衫褲，你點即簡直嘅醜話啦。咁啊，梗係中國打壓㗎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呢班西方大鱷咧就係你越俾中國政府打壓咧，我就越捧你，拎去雙年展啊！你如果靠中國政府唔會俾你出去俾個 visa 你出去參展㗎。我哋西方大鱷幫你啊，你嚟我哋幫你參展出展喎，咁喎名利雙收咯。咁啲死咕咕嗰啲咧，即係唔肯醜話又好，唔肯剝晒衫，啲離晒大譜㗎嘛。咁有啲中國香港 artist 連俾啲西方大鱷炒嘅資格都冇啊，因為冇乜人香港啲 artist 啊。咁但係中國 artist 多啊。中國市場大啊，中國有好多有錢嘅 buyer 啊，咁所以咧，嗰啲唔肯聽西方大鱷炒咧，咪死咕咕戇居居咯，戇居居咁你行埋一邊咯。你想出名啊？你雙年展都冇你份，佢會幫 political cause，佢唔會幫呢啲戇居居呢啲 artist 㗎。所以中國近8年嘅藝術發展到而家咧，就俾西方大鱷搞到咧。西方又好，西方佢自己根本佢啲 artist 都畫唔到嘢，走嚟炒中國呢邊，佢撈翻嚿碗啊！好似烏哩式點解要賣俾呢批畫？佢嗰批中國畫去到文革開，佢都唔知道中國會改革開放啊！咁佢呢批畫冇市場喎，西方佢走嚟好，所以佢好彩揾到 M+ 呢條水魚仲半賣半送，幾靚個名堂，1.77個億啊！有一半係送㗎，烏哩式話為咗幫 M+ 乜嘢啊？佢話烏哩式話你 Tate Modern 又好 MoMA 又好，冇中國藝術冇中國畫㗎。你 M+ 有喎，全世界只有 M+ 有㗎咋。而家烏哩式坐住呢個 M+ 嘅收藏 committee 嘅 No.1 交椅啊，由一個鬼佬嚟講中國藝術。咁呢啲香港政府做乜嘢啊？